我们5分钟后再让一次，拿请各工作人员去交代所有的事项。好，把事情交代清楚，让我们再从头一次。这买咱就咱在座所谓做嘅有个建议，咱在座用啲咱在上有啲话堂高级山200个大好，咱其他嘅这个这个参赛情况啊，都好，如果有机会每年拢有咱参与，拢有来参加比赛，每年创新都有讲，包括咱哋在地建大会，咱技术大会。咱的农华科技大学，还有那个咱的台南大学，这技术都是只有拢来参加，咱们咱现今，当然嘛，其他每队呢都是非常精彩的，我们。
เ
条可以发错。一手大学说场。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哇，赞赞赞！是有2支进入决赛的学校呢参与这个比赛，待会儿中午休息时间，我们让台上老师稍微休息一下下。宝贝，哇，看他可不可以全世界？我老公做公一个的先生，因为你年纪还小，现在还不是适婚年龄，周星磊，一个适婚。好 ，OK， 好来，好来，我们现在来这个小朋友从这边看，平安来3、2、1。哎呦！哇！好，这个是跳关，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做工啊，你们本来就很快乐，对不对 ？Happy， 好来，你要考什么？我要赚大钱，赚大钱！大家想不想赚大钱？跟我想对不对？好来，3、2、1。哎呀，哎呦，让你们赚大钱吧！要掌声鼓励一下。你看来是顶好，那个关系不错哈，恭喜你！来，我们钟先生。经济大进步，经济大进步，太大钱了对啦，好，来跟各位，赞！哇哦，这唱广啥呢？哇！我来讲，你讲哦，咱是再接再厉，哦，那你每降龙板就会经济很清楚，然后请大家来买个礼物来，我看这位。你刚才看短集，看大题，好，感谢为你，谢谢。不中啊！王静，咱拢看短题，咱大家去拢去了，在那口空叫做中有了，好吧？再来，我们最后美女，全家健康平安。不几轮呢？哇哦！哇，这是跳回了全家健康平安。成功好，来全家健康平安，来我们这位，今天老师谁是老店来？好，来这位，家人健康平安，家人健康平安，家人包括你嘛，对不对？好，来3、2、1。哇，你看，哇，那就不错，打赢啦，来，好，我们送出跑。
来，时间我们马上。我们现在第3代王者之敌8强争锋，雄霸天下。我们有请各位长官与贵宾坐坐，出席莅临副市长吴山村主委、许传正局长以及林副保议员。以及我们的秘书长陈胜利秘书长6位，恭喜所有的首长，我们的贵宾就近位。让我以郑重的心欢迎第3代王者之敌冠军旗与斗阵亲临大旗出场。现在出场的是王者之旗与冠军旗以及先生。递给副市长冠军旗，递给卢委。现在呢，是我们的副市长还有我们的王者之旗跟冠军旗高举，接受各队伍在场民众的欢呼的支持。王者之旗，传运之宝，英雄崛起，再现风云。掌声谢谢。谢谢，好，我们谢谢副市长，也谢谢主委。那么我们请各位贵宾的就座，也谢谢各创意阵头的代表。现在呢，请副市长留步，因为副市长有一个重责大任，因为现在呢，除了要对我们所有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见面之外，要勉励我们的各支队伍。有请副市长。来，我们下来，这位小美女和那个小美女，好，来，请大声的来跟我们说一下，今天来到贵宝地，你参与那个团体的生意创的比赛哟，内门宋江镇比赛，来，这个是我们的创意宋江镇头比赛，来，谢谢。谢谢，好，你请是来自于哪里？美浓，比中哪？好，来，谢谢。来，再来呢，我们有位队长，他到是问第一摆来咱这个来问题归，咱的乡亲好朋友，就是咧搬布地皮的安尼吼。来，咱这个有在地乡亲无？有在地乡亲无？有来问的乡亲朋友无？我咧问大家头歹势，本来司机都比唔是啊吼。好来，阿伯，你这是啥来的？高雄这是啊？新安区吼，不要记住啦吼，你记住了，宋哥咱是来问的乡亲了吼。你看你再来大家介绍一下，咱内蒙上盖出名是啥物？创意的宋江镇bingo。因为我也是都在记得哈，因为我本来为了过去他们让的非常的执着，非常的执着，说自己创意宋江镇。接下来这个到时候我不能放过你啦，你要就要秀离离，对不对？到时候对，请问一下你来自哪里？林远哈，好，他说呢，因为大陆公园在这里来玩吼，这5年就是宋江镇。无你看你刚刚好，你来到家，你刚出点咱在这里来咯，什么会上5年，还是讲什么会上好？好来，来，中炮山bingo。
有多少美这大哥嘞，那不要讲最后呢，其实呢，中心提醒我们是只有在前几年看到电影，那怎样光飞在乃母这个中投胎哦，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内门的中投胎呢，在鼎盛的时期哈，几乎差不多每4户5户的有几波人都会设计，但是这个在因这个周期嘛，哦，这个周期，啊，对，中投胎闪疗力来，咱点油有讲过咱这个中海，如果把靠在反着掐俩手。把靠反着掐俩手，大家拢知呀，我们上面这个你嘛搭配啦，吼，对不？刚讲的，来，我们这位大姐，你个是来谁来？你就是呀来，好应酬啊吼，好，啊来，你几点来？就在节目来，你几点来？来，你这样子来哦，你看几点啦？看几点？哎，我在看，啊，你感觉哦，这是几个就这样尔。其实我知影这个大姐其他哪里，所以我刚刚安尼讲，我对自己就这样，好。哎，来，咱这个应酬来，这个大姐吼，咱把头先勾了一下，好，来，不再来，咱这边来，我们这边呢来再问一个，现场的朋友们，请问一下，有这样怎样？今年第二季铁冠军有金牌奖金，我们是。我哪边问谁三名开心门嘞？你讲谁啊？谁三名？哎呀，这个主持人放过我了，我就是要问你，所以我就是要问你没错。来，请问一下，我们今年是有史以来历史新高，第1名奖金多少？多少？100万！恭喜你 ，bingo！ 好，来，不再来问我去哭哎。请问一下，刚刚呢，我们有相亲好朋友啊，点哪来门哈？除了中后在讲喝下疗力，阿来是新美版，我那白色的病，好这样时间，要补救能力。请问一下，我们这边有送一种非常漂亮的食物，什么？火鹤，这个火鹤，对，这里呀。好，谢谢5克，希望那些有请你打给龙克。好，来，接着下来呢，好，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啊，让他紧张讲好，打给龙爱你，让你观音不错，去评价。来，我们现场所有的摄影喜欢摄影的朋友们，大家好，还有我们后面的朋友们，我们第一呢要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这边注意一下哈，等一下因为还有参赛的团队，我们请现场的朋友可以先坐下，就是如果有位置的先坐下。然后第二，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暂时的狗掉，因为这边的表演呢差不多到5点左右，我们这边呢就要进行等一下现场的颁奖典礼，所以要麻烦各位，对，只有10分钟进场哦，所以呢，哪个各位在哈，大家暂时应该是爱来绑套，可以比较大个的角度，因为呢，等一下5点我们就要进行清场，怕你们等一下会来不及，因为只有10分钟而已，所以请现场的朋友们多多配合一下哈。好，现场的朋友们来。请问一下，我这边也有问题的，请问你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的字是什么字苗？来，叫我亲爱哦，我输了，很注意喽，好来，那个男孩，来，谢谢，好来，一丢气，有人听主持的声音，我听到嘛怪我。听到袂记困觉，听到袂记在这里卡牌很累哈。好，来，中台号码，我经过的时候，这个车子不小心你们挡到了出入口啊，请问现场的朋友们，如果你有听到广播的话呢，请您迅速的来把你的车子开走哦。有3880 LX 白色的轿车，还有一台是772679，还有一台是6356B1，也是白色的轿车。我们希望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赶快注意哈，再来这里空来。好，现场的朋友们，刚刚呢有跟大家提到了啊，那在马雄 A 级的参赛团队，进入决赛的队伍就是龙华
科技大学。那么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等一下3点我们就要准时进现场了。那么在进现场的同时呢，要提醒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那为了今天的播尾3点台庆哦，进行现场直播的听到这边是上轻张不上庄重工作一块比赛这类类型的标很出来。我们呢是在39中天民众台。那么如果是在我们内蒙地区呢，请您要记得收看南国有线34频道，同时呢还有包括呢我们的 APP 下载哇，来台湾听对当然那我们希望给有所有的朋友包括呢内蒙男孩子不是我们的这个关于这个上收顶，那都有很多朋友那个给我们好。家平安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另外刚刚有3组的车辆赶到出入口，但是呢，接下来好像越来越多了所以家人有很多听关心你的家里个人的情况我暂时个人他说配合其他的人呢，之间呢撑得也不太好。BX4372 AKC 5829 AAH 7838以及 N41210弟兄来咱这个结婚是咱台湾毕竟是他的很大的当年历史当然咱来的在那是注第一个公地就是朱一贵的事件。来，我们现场的朋友们，这边呢，请我们后面的我们前面的朋友们坐下因为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老师。好，现场的朋友们，因为等一下我们准时要进现场，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提前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已经莅临的长官。那么等一下，志强校长们，校长跟大家挥挥手，还有包括的中华艺术学校的许惠梅董事长，谢谢。那么还有中华艺术学校的吴美忠校长，还有西工农工刚刚的蔡庆德校长也已经抵达现场了，还有包括龙华科技大学的2位副校长还有学务长都已经抵达现场谢谢你们。好，现在呢我们就欢迎龙华科技大学出场。现场的朋友们，大家看到龙华科技大学这支参赛队伍，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呢北部最著名的科技大学，而且呢连续有17年，谢谢掌声再掌声好。连续10年有得到教育部的卓越计划跟典范科大的荣耀，而且呢，龙华科技大学的宋江镇其实呢，它是高雄内蒙全国创意宋江镇头大赛比赛的常客因为内部今年一年是北高办第9次来参加的，而且呢，他们的向心力非常的强。每次比赛呢都有相当不错的成绩。那么龙华宋江镇呢，它其实是由学校里面的包括有民族义阵有运动阵龙腾诗阵热门音乐还有一些社团共同组成的。那么刚刚呢，大家都知道呢，包括今天呢，他们学校的校长、副校长，还有包括呢林如跟副校长，还有听说副校长2位副校长都亲自从台北南下来为同学加油打气，而且呢，其实我可以感受到龙华宋江镇还有一项非常可贵的精神，那就是学长姐妹、学弟妹之间的关系，听说非常的传承，非常的连结。因为今天在现场听说就有60好几位已经毕业的学长姐组成的庞大的加油团所以呢，这个等一下请记得要坐下等一下请记得要坐下。好，龙华宋江镇是非常具有优良传统的。那么当然呢，我们在这边也希望呢，每一队
每一队参赛的队伍都可以像我们今天也是在现场等于像要比赛的龙华科技大学一样，充满的是他们年轻的热血跟荣誉感我们知道呢，现场的龙华科技大学的同学们都还在准备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知道呢，现场不是只有这边有啦啦队啦，因为呢，来自全国各地还有包括了今天总共有来自全国的进入决赛的8个学校的啦啦队但是呢人家都说除了经历，当然啦，我们还是希望呢，就如同呢很多的这个裁判老师说的，胜不骄，败不馁。但是呢，每年大家在辛苦努力练习，还有呢，在这个竞赛的同时，总是希望呢他们辛苦比赛的成果能够获得评审老师们的青睐。那么就如同呢，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如果你有看过历年我们的网络上的这个历史精华回顾好了，每一支参赛团队都是非常的经典的，而且呢就是用尽竭尽心力的。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如同刚刚我们所讲的，包括呢我们的创意宋江阵容人数当然呢起码是10个人以上以上。那大家如果从今后领域包括了其他的比赛，你看过来这video这么细致请大家记得今天天气很热这个挥泪啦这个红手啦是阳伞在撑的时候呢，记住呢注意自己的安全，也注意别人的安全。那同时一定要补充水分，因为今天下午绝对会让大家血脉喷张。为什么呢？出席里面忙光大家出行还说什么球不是真的，因为呢，其实初赛的气氛跟我们今天的决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呢，每一年都来到现场，那么每一年都会觉得，每一年的氛围其实都不太一样。更有些团队呢，他们还组队希望到现场来观摩。总之呢，我们希望说，这个义政文化在我们内门传承呢，已经有将近200多年的历史，而且呢，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呢，内门我们也曾经是台湾第一个皇帝朱一贵事件，还有包括呢，虽然我们的地理比较险恶，然后呢，可是呢，也因为这样精诚团结的精神，也让我们这个义政在这个地方呢发扬光大，而且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包括在南海紫竹子咱的关于活动拢是零下希望会当保庇咱今仔日来自各县市的朋友，大家拢会当合家平安之外，另外呢，我那会当除了风调雨顺之外呢，赶快我们的这个宋江镇，也就是呢我们的比赛完满结束之后呢，希望都可以天降甘霖而且呢，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呼吁一下，那么等一下呢，也就是我们比赛呢时间很快1分1秒的，现在距离等一下现场转播的时间还有4分钟，就请记者同今后朋友才可以拢知影国语嘛会通，台语嘛会通，English嘛会通对吗咱暂时也可以调整我们时间不是进广告的时间是现场转播的时间3点。那么待会呢，或许呢大家看到紧张的地方呢，绝对会护航但是如果累的时候呢，没有关系，但是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消除啦。那么我们现场一直转播到这个5点的时候呢，麻烦也请面对舞台的左手边，不管我们是摄影的爱好的朋友，还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请大家舞台区的地方，我们只有10分钟净空的时间，也请大家务必配合，不然等一下我们的颁奖典礼就没有办法继续颁奖了那么另外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在每一年呢，也就是创意宋江阵头比赛最后的这个冠军出炉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个王者之来北京的家办何总理先生到家的功课，在光经济要留来，也是光代表我们希望今天在现场参与决赛所有的同学们，不管是哪一队得到哪几个名次，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坚持每一年来参赛的过程，而且也希望每一个团队可以把所有在场裁判老师给你们提点的部分，不管是加分的部分，是
严谨的要求的部分，能够作为你们来年继续加油更上一层楼的成绩。现场的朋友们，你们说好不好？好，大家都下马哦。好，那我们希望呢，现场的朋友们，我们大家在屏气凝神的时候呢，同时我们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今年呢，等到待会儿呢，决赛的名单成绩奖项出炉的同时呢，我们将会由主办单位来为我们颁发第4名是奖金20万，第3名奖金是第4名奖金20万，第3名奖金40万，第2名奖金60万。叫伊第1名，这冠军摕金牌的奖金100万。当然啦，很多的团队呢会觉得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精神团结一致，志在参加，当然可以有得奖是最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将传力、勇气、创新、坚持，而且咱这个北京造型行，一张一张安尼继续行了，就当可能的这个文化越来越好。那么因为现在呢，距离我们现场直播的时间，希望主持人讲话透过我们的声音麦克，来让我们的张学员距离我们现场直播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帅哥已经在跟我比剩下最后1分钟了，希望现场的朋友们，等一下我们把这场交给屏气凝神的比赛团队，我们也做一个非常专业的观众。现场的朋友们，明天下午2点，在现场的宋江很超，好，那么我们现在那么咱这机车吼，咱的车主闹车就讲过，麻烦咱把咱的机车赶紧处理起来，感谢谢谢。不过现场也要请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跟我们来一段，一起静心以待，但不是现在。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包括呢我们。武术，还有呢，因为朋友们也给他加入了有摇滚的一面，还有甚至还有打鼓。我们希望呢可以将很多传承的地方回去，不管你是在各行各业，我可能咱袂当拍，你跟咱拒绝袂当看，咱会当看，咱就会当讲，咱分批电视，一人一寸，咱电视的时阵，哇，你看这一张一张，你送人民看，放来看你好。人民说对比较好，你说这是好的包括你一些精神团结一致，在这边会当看到咱这少年朋友一当一摆，包括老师在传，少年在讲已经领经读这个精神，而且呢，其实我们从上个礼拜一直到这个礼拜，我们当中除了结合这个年轻学子这个创意宋江镇之外，其实呢，我们也融合了我们内蒙的地区呢，有3大传统的宋江镇市，3大传统的宋江镇市，知道也当可能选择公司那边大家看见讲，传统是咩？刚面对着包括不管是北中南部，或者是闽南啦，少年时阵出去外口，头路拍面的时阵，你看大伙人
但是这点重方的技术呢，您看这种精神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在今年度呢，我们高雄内门宋江镇再跨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咱好像说当中我们在跨比赛记录的怎样？在今年是首度把年龄层次降到高中职教，希望播出年轻上进力的种子。好，现在请准备哦，现在已经准备而已哈。请我们的龙华科技大学的同学们准备。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这一刻。现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年度2015年创意宋江街头大赛决赛的现场。现场的朋友们，现在请让我们一起静心以待。